歡迎大家嚟到普通話天地。而家我就會同大家介紹點樣去使用呢個平台。首先，同學可以喺電腦或者平板電腦上面打開瀏覽器，喺網址嗰一欄輸入 chinese.i-learner.com.hk， 選擇平台普通話天地，並輸入使用者名稱同埋密碼登入。平台每個禮拜都會提供4份指定嘅普通話練習，內容涵蓋拼音知識、粵普對照、句式文法同埋詞彙學習。點擊開始按鈕即可以進入每日練習。平台提供拼音知識練習，學生可以先觀看教學影片，觀察導師示範聲母同埋韻母嘅正確發音。我哋建議同學喺睇完啲片之後，先至好完成聲母、韻母、聲調同埋相關嘅拼音練習。喺學習普通話嘅過程入面，粵語嘅使用者會好容易混淆粵語同埋普通話嘅用詞差異，因此平台特別設置咗粵普對照練習，幫助同學掌握常用嘅粵語詞彙嘅普通話表達方式。喺掌握咗詞語嘅表達方式之後，就可以進一步咁樣學習點樣遣詞造句啦。句式文法練習包含咗多種句型訓練，引導學生掌握唔同類型嘅句式結構同埋應用方法。詞彙學習，同學可以喺呢個部分回顧每一個禮拜嘅重點詞彙，並且聆聽標準嘅普通話錄音，以強化你哋嘅記憶同埋發音。除咗聽、讀、寫嘅基礎訓練之外，學習語言更加需要勇敢咁樣開口講，咁樣先可以喺日常交流入面流暢咁樣運用普通話。平台另外設有聽說練習，包括文章朗讀同埋 AI 對話練習，幫助學生提升普通話對話能力。平台提供咗文章朗讀練習，同學可以跟住範本嚟朗讀，提升你哋嘅語感同埋普通話流利程度。另外，為咗營造一個沉浸式嘅學習環境，平台亦都設有 AI 對話練習，同學可以選擇特定嘅場景，透過同 AI 進行語音對話，輕鬆訓練普通話會話能力。平台設有普通話水平測試模擬試卷，幫助同學備考。點擊我的成績，同學就可以查看以往完成咗嘅練習記錄，或者補做未完成嘅練習。喺頁面嘅右側碌到最底，就可以睇到排行榜，排名每日午夜更新。排行榜根據各用戶喺佢哋訂購期內嘅得分百分比進行排名，以此更加公平咁比較唔同時間開始使用平台嘅用戶。如果喺使用平台嗰時遇到任何問題，可以喺登入頁面點選問號圖示，查看常見問題。如果問題都係冇辦法解決，請將問題 WhatsApp 至93886251，或者發送電子郵件去到 student@i-learner.com.hk 向我哋查詢，我哋會盡快為你處理。